罗总统出访南太平洋，顺利来到第一站友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马绍尔总统海尼亲身来接机。美国东部甲中西部已经开始咧落今年第一场大雪，部分地区落雪即超过80公分悬，造成交通大乱。美国人采买上大日子，乌是礼拜五，今年店面冷清，唔过靠网络买米，一动5天就卖超过400亿美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咱的总统赖清德出访南太平洋，中途过境夏威夷是顺利来到第一站友邦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总统海尼嘛亲身来接机。咧赖清德随后嘛拜访因的国会，发表演说，嘛引用马绍尔国家因仔义句“齐心打拼，共促成就”来形容两国的情谊。大雨了后，天气变好天，总统赖清德专机顺利降落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机场，总统海尼亲身接机。这是赖总统出访南太平洋头一个到位的友邦，40外侨胞由红布条啊热情迎接，还有马国学生囡仔人两国国旗伫落的欢迎。In our culture, rain brings blessing. You brought a lot of rain and blessing on the RMI and our partnership. 伫马国的国会响起中华民国国歌，赖总统受邀请发表演讲，讲到台湾伫马国推动的各项实质的建设，嘛引用马绍尔国事典管的名言：齐心努力，共创成就，形容两国的交情。手提亚之接，赖总统甲海尼总统做伙洗车啊！除了有马国特色名产甲手工艺品，咱驻马国技术团嘛摆搭，展示伫当地推撒水晶蔬菜，也甲伫仔囝的饮食计划，互赖总统感觉真骄傲。大家注意的是，美国驻马国副馆长普西、欧洲大使威尔森早起捌出席听赖总统国会演讲，暗时各地请赖总统的国宴看到因。对于海尼总统所关心的安全议题，我们也会进行讨论，协助马绍尔群岛能力来建构。同样珍惜民主、热爱自由，我们更共享深厚的邦谊，我们志同道合。我要说，台湾和马绍尔群岛是真正的一家人。马绍尔是台湾在太平洋的重要战略伙伴，在停留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赖总统行程满档，身体力行，深化邦谊。以上是公视记者叶佩璇、方俊怀在马绍尔的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台中市某一间国小，讲因为学生上体育课，哪像去讲到老师，这事后的态度佫歹，老师是气袂过，报警察来学校，甲囡仔带去派出所。市长罗秀燕批评老师根本就无责任，这全教总嘛认为讲，这是已经损害到教师的形象。罗秀燕嘛回释咧，要求相关单位爱针对律师案件有一个处理流程，通好遵照。洪指控讲，互警察甲学生带走的这间国小，一透早上课时间，有真侪家长赶过来，摕家己做的手帮，表达挺学校、挺老师的立场。你可以看到他，很常看到他在这边就是关心小朋友，不是只有在小朋友表现得特别好的时候关心他。我们跟执法单位都希望教育能够为社会带来良善的力量，教导孩子们正确的观念。但这封爆料的第二天，学校一透早是开家长说明会，来讲名贵的事件。今年3月26日，出现发生集体冲突，学生用一种落毒棍来攻击老师。家长表示讲学生会回失礼，不过3月27日，学生伫警方告状了后才回失礼。老师嘛表明讲未对学生来提告，但是警察认定讲已经通报，爱带伊转去派出所做笔录。家长接到学校的通报了后，表示讲会去警察局内会合。6月21日，少年法庭开庭审理，双方是当庭和解法官结案。不过7月25日，家长阁申请教师不当管教后事调查，落尾是决议无成立。法官斟酌审前调查的结果，认为本件少年事件不具需保护性，无裁定进入审理程序及给予保护处分之必要，故裁定不付审理。学校让我们的感觉是，
大家就是互相袒护，大家没有想要诚实的面对这一切。学生的家长嘛是质疑伊的囡仔伫学校内面，互警方带走的正当性。不过，初二伫议会真生气，佮大骂校长，而且讲教师无责任的市长罗秀燕，面对外界一大堆意见的压力，嘛对这个老师很失礼。我昨天的话说，这个老师是不是适任？我觉得我讲的太快了，太早下结论哈。我必须向这位老师致歉啊。那对于这件事情啊，老师为什么这样做？那他的前因后果，他有什么样辛苦的地方？我想我必须理解。扣上这样子，老师不适任，我想对于所有现场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老师，会觉得非常的失望。总告总讲，老师的决定报警察处理学生暴力的行为，是为了保障家己的安全和学生学习的环境。虽然讲伊是无责任的教师，实在是伤匆忙，而且市府嘛应该提供有够的资源来帮助师生，无应该让老师一个人来承担所有的责任。对这市府嘛讲，因会定出一个 SOP， 针对这个状况，让教育和执法单位有物件会当依循。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高雄，有一间国小一个6年学生的家长，因为囡仔去上课，物件就会定定拍无去，嘛报警察讲要入来抄其他同学册牌啊。学校是表示讲，敢若同意警察来学校关心，无学生甲警察有接触到，警方嘛强调一切拢是依法行政。台中教学童互远警带走，高雄某一个国小的家长社群留言嘛讲，顶礼拜五有家长带2名警察到6年的学童班上，因为家己厝内囡仔物件拍无去。发生刑案，第二个是学校要求，当然这件事情我们不可能学校要，因为我们是被动知道的，很早就把书包放在就是上课的旁边所以就当下就是趁那个1-2分钟的时间就那个老师跟主任就请我们的学生自己找看看。校长证实有家长因为囡仔物件常无去，带警察到学校，希望检视班上同学的册包。只是教育部规定无相当理由，有证据证实学生牵涉案件，也是炸违禁品，是袂当超个人的书包，也是物品。第一时间甲家长解说了后，敢若同意，互警察入来学校，伫咧远处关心学生，即是家己检视家己的卡网。家长与学务主任等人讨论后，带领警员至学校操场旁，由校方自行处理。警方全程并未介入。物品最后尾找到班上同学，嘛请老师加强法治观念，还有心理辅导。但是警察入去学校，才有失踪，家长看法无同款。就是有一些可能外校人进入或什么之类，我觉得可能才会比较需要动用到警方。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到惊吓，因为就很像是我们去搭捷运，然后可能捷运车站里面有警察一样。市府这是回应专程拢按照相关规定处理，警方无直接接触学生，学校这是伫咧考量学生心理甲权益的基础决定来应对，未来会持续加强着亲师生的沟通，避免相关的事件造成困扰，还有误解。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再来看今日国内外重点消息，高雄市消防队这救护车今出任务，去凤山的一条巷仔内底要救人，撞塞车未当过，硬要要求这救护人员先出来刷车，引起众人争议。网络名人电脑王阿达拉甲洪先生和日本的首相指控侵权，甲人掠盗版的影片来看，检方是依照违反著作权法带来问过。最后电脑王阿达拉无补请回，洪先生是1万块交保。比例是政府新公布性工作者劳动法，未来性工作者生囝嘛会当请假，嘛有退休金等等的相关福利，这是全世界头一个。继续来看美国东部甲中西部已经开始咧落今年的第1场大雪，部分地区是落雪积超过80公分悬，嘛造成交通大乱。美国规定这1月开始落今年第1场大雪，东部甲中西部拢受影响。纽约州部分地区宣布紧急紧急状态，宾州也发布灾难声明。拄着感恩节假期，真侪人拢伫转去的半路，因为车路大雪封起来，全家伙困伫车阵当中。One woman spent the night in her car with several children. They were okay. They had food, but they were stuck in a long line of cars overnight. And luckily, in the morning, she said a friendly local person walked along the line of cars with some weapons. 积雪高度也正惊人，伫宾州甲密西根州部分地区，甚至乎120公分以上。We normally don't see sizable numbers like we have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so it's definitely different for us.
专家指出，这种大势是受大雨效应的影响，也就是冷空气吹过相对温暖的水面，伫这方面的河边造成落雪。这礼拜为北极来冷空气吹过美国甲加拿大之间的五大河，伫这方面的美国落大雪，目前冷空气到达向东部刷天东，按算这礼拜会阁继续落大雪。公司新闻由派顺编译。同款是伫咧美国，去年4月，一对要结婚的翁仔某，才拄办完婚礼，要离开现场，所扣一台食酒赛车弄到，太太是当场死亡，翁婿头壳重伤。官司是一路审到打，这食酒赛车的驾驶判关25年。Please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e devastated, deeply ashamed, and terribly sorry for what I have done. 美国科莫罗斯基目眶红红讲真后悔，但是家属讲因永远无法度原谅这个被告。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gonna hate you. And when I arrive in hell and you come there, I'll open the door for you. 这个案件是发生伫2023年4月28日，迄当阵死者含因翁几点钟前，才拄伫南卡罗来纳州的富丽海沙堡办婚礼，当做伙坐伫高尔夫的球车顶悬，准备要离开结婚请人客的现场。新娘的身躯顶佫穿新娘仔衫，拄好食酒赛车的查某人科莫罗斯基当场弄死，新郎是摔出车外，头壳受到重创，身躯顶真侪所在拢骨折，紧急送病院治疗。车祸的时阵，科莫罗斯基的车速受105公里。遮尔悬，比车道限制40公里是近2倍外。根据警方的调查，这食酒赛车的查某人科莫罗斯基伫调书进前是去酒吧食酒佚佗，经过检测，伊的酒测值是法定标准的3倍外。法官是根据食酒赛车致死罪含重伤害2项罪名，判科莫罗斯基上重的25年徒刑。I feel like the punishment fits the crime. I don't know how you define justice. For some reason, ever since I had 20 years stuck in my head, and I think the state and the court and the judge did the right decision today. 死者因翁哈钦森，毋但是对食酒赛车的查某人科莫罗斯基来提告，连带嘛对迄天提供酒精饮料，和科莫罗斯基的店家做伙提告，得到法院要1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3270万块和解的赔偿。哈钦森伫车祸了后，嘛经过2摆重建手术，才渐渐恢复。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讲到德国的外送公司富片达的母公司宣布，旗下另外一间伫咧西班牙的子公司 Glovo 数千个外送人员要列做正式员工，就是爱拍劳动契约，限制一礼拜工时上济敢会当40点钟，一天的上班嘛袂使超过9点钟，嘛通有特别休假、甲病假等等的福利。这多数的外送人员拢表示支持，毋过嘛是有人反对。讲会来做外送，就是因为时间自由。虽然薪水是较无固定，不过若较骨力走的，这无工时的限制，嘛是有可能比一般人上班领较济。骑脚踏车伫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街路四界行，西班牙餐饮外送平台 Glovo 的员工，知影公司要甲因纳入正式受雇员工，加一份合约甲薪水保障。本身是委内瑞拉移民的外送员，大部分拢认为真好。Veo bien porque ya sé que voy a trabajar por un sueldo fijo. Por lo menos aquí indispensable tener una nómina, aquí es un contrato aquí indispensable, entonces sí lo aceptaré. Casi no trabajamos nada, pues, o sea, no sacamos a veces ni el sueldo mínimo y casi todo se va en el pago de los impuestos, más que todo. Así que si es contratado y por una buena paga, sí nos hubiéramos beneficiado. 德国外送头人富片达母公司德国 Delivery Hero 第宣布，这间公司伫西班牙的外送平台子公司 Glovo 几多千个外送员会纳入正式雇佣员工，因为西班牙劳动部进前指控 Glovo 甲所属的外送员无适宜登载做自营业，法院要伫无偌久后做出裁决。必须 Glovo 先采取行动来避免搁再互人罚。不过，这个决定也致使母公司的股价大落11.5%，而且这间公司2025年的盈利也减少超过34亿台票。不过，嘛毋是所有外送员拢愿意做正式员工。
西班牙政府伫2021年5月通过技术法，是欧洲第一份保障廉港经济工作者劳权的法律，要求外送平台送货员必须是签订正式劳动合约的员工。西班牙政府伫2022年至2023年，因为 Glovo 无根据正式合约雇用外送员，对这间公司罚超过68亿大票。Delivery Hero 这届除了承认 Glovo 外送员是正式雇员以外，嘛调关全年应急准备金来营运甲 Glovo 业务有关的社会保险金提拨罚款、征达税这开销。西班牙劳动部长对 Delivery Hero 的决定表示肯定，佮强调无任何企业会当超出法律的规范。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若是讲到美国人采买上大日子，黑色礼拜五，今年店面冷清，毋过干那靠这网络买米，一动5天就卖过超过400亿个美金。这其中上重要当然就是电商用 AI 机器人来做顾问，有的是打相片尔，就算讲你毋知要买物件是啥物，伊嘛有法度甲你找出来。另外，Google 是针对你的需求，找出上适合的产品，跳广告出来甲你推荐。过来，假使你是已经确定要买，却毋知要选倒一个牌子的，这 Amazon 嘛会当来解决你的问题。针对消费者的需求 ，AI 顾问拢有法度来提供意见。对消费者来讲，这当然买物件会当愈方便，佮愈省时。甲阮济过港的黑色礼拜五，美国消费者入去购物中心，把握好康的特价优惠，这是替亲戚朋友准备元旦礼物，顺续为了家己的好时机。今年实体店面销售平平，啊，毋过黑色礼拜五这天网络销售额拢持续增加，突破100亿美金，成长率达到10%以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业者杀出 AI 开工机器人到引导购物，落单率比无使用 AI 同业低出9%。So consumers shopping online on Cyber Monday are likely going to encounter AI chatbots that are intended to help them in their shopping journey. This year, Amazon rolled out a new generative AI-powered shopping assistant named Rufus. Walmart is currently testing its own shopping assistant. 电商推出开工机器人已经有一段时间，较早是任务型的，亲像协助退货，啊，不过即马亲像亚马逊这的头人业者开始加强互动，为网页甲应用程式提供 AI 对话敲碎服务，脱离广告推销甲邮件招客，打造特别的购物体验。由 AI 带入来的点阅量比平常时加18倍，而且礼拜五过了后的网购礼拜一，预定线顶销售会达到132亿美金，拢总规个感恩节5天购物档期，网购总额会达到406亿美金的新冠纪录。To me, it sort of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 inevitability of this being sort of the next form factor of online commerce. 科技互人愈买愈方便顺手，啊，毋过过度消费嘛是罪恶。比如是环保人士伫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大北广告，打出抗议的消息，反对黑色礼拜五加过度消费，要求咱爱改变想法，尊重地球和环境因素。公司新闻是为中编译。世界好野人马斯克电动车公司特斯拉要针对马斯克来定出一份绩效奖金的薪水奖励。那照达成目标的比例来说，马斯克会当要求2018年相当是1.8条代票的奖金。这董事会嘛已经同意，不过却引起部分小股东的不满，去告官司。判2届都是判这个特斯拉袂使来付这条奖金。美国德拉瓦州平行法院的法官裁定，特斯拉的董事会免向马斯克付一笔天价薪水，这笔钱由董事会伫2018年决议通过，做马斯克的绩效奖励。伊毋是薪水，是特斯拉的认股权。当年这认股权的计数是1.8条代票，是美国企业史上公开出来上悬的薪水。即马价值已经超过3.3条。想要到只有9股的小股东，托内塔向法院提起诉讼，注定这笔钱实在伤过济，对股东无公平。法官后来也采信这个论点，在今年1月主张，董事会决定有真济问题，比正常的公司运作，佫亲像是马斯克用个人的关系不当影响董事。啊，不过特斯拉股东会今年6月捌投票，是要改变法院的决定。Tesla shareholders today approved Elon Musk's pay package. They restored it essentially after it was struck down by a Delaware Chancery Court judge back in January.
不过，股东会决定无成功变盘。美国法院8亿亿元不同意付这笔钱。马斯克透过伊的社群平台 X 表示，股东才应该控制公司股票，毋是法官。特斯拉也伫 X 顶悬声明，法官的裁定错误会继续上诉。德拉华州有管辖权是因为提起诉讼时阵，特斯拉注册伫即州。德拉华州企业税加零，在省10个美国500强企业有2/3选择伫遮注册。即州刑平法院也常常处理各种商法、公司法的案件。那这是上诉双方会伫德拉华州最高法院继续诉讼。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来看德国的乌姆大教堂对西元的1377年开始建造，这中途是捌因为政治、宗教甲欠资金的问题，前后后是起要500档，到1890年才宣告完工。到目前为止，伊的教堂塔楼犹原是世界第一悬。不过，若等到2026年换起144档的西班牙圣家堂完工了后，这世界第一大柜就要换人来做。行下国家楼梯要爬768卡马才能到德国乌姆大教堂塔顶。虽然爬楼梯互人喘屁屁，不过爬起了后看过都市，互人感觉才有价值。乌姆大教堂有3个塔楼，上悬的塔顶是161.53公尺，是目前世界上上悬的教堂塔楼。虽然参观教堂是免钱。不过，想要爬起的塔顶，就需要买5欧元，差不多代表176块的门票。Ulm nicht unbedingt so kennen, aber wenn man dann sagt, wow, ihr habt die höchste Kirche der Welt, den höchsten Kirchturm der Welt, ist es schon natürlich auch toll gewesen, klar. 高调式建筑的乌姆大教堂挖多瑙河，为1377年开始起，1545年因为政治压力、宗教改革甲资金欠缺者原因暂停，一直到1844年才开始搁继续起，最后伫1890年完工，因公是起的时间超过500年。另外，乌姆大教堂伫1993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当中。不过，在地人讲，因其实搁较喜欢低调过生活。Die Schwaben sind eher so im Understating, ja, wie heißt das Understatement? Die lieben eher das Understatement. Die wollen nicht, die machen es zwar, aber sie wollen nicht allen erzählen, dass sie die Größten sind, ja. Deswegen sagen sie, das muss nicht jeder wissen. Das reicht, wenn wir es wissen. 经过140年的等待，由西班牙有名的建筑大师高第设计圣家堂第5座中央塔楼已经完工，按算伫2016年，也就是高第过身的100周年完成第6座塔楼。到时阵会出台德国的乌姆大教堂，成做世界上悬的教堂。Na, wir werden erstmal abwarten, was passiert. Vielleicht dauert es doch noch ein bisschen länger, vielleicht geht es auch noch in 2026, 2027. Und wie gesagt, wir haben eine sehr gute Dichte auch an Kunst- und Kultur-Highlights hier in der Stadt, auch tolle Veranstaltungen mit großen Künstlern, sodass wir die Gäste, die hier hinkommen, auch dann begeistern können, wenn wir nicht mehr die allerhöchsten Kirchen der Welt haben, sondern bloß noch den zweithöchsten haben. Dafür ist es immer noch die größte evangelische Kirche in Deutschland. 除了教堂这道车，因为是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出生地出名，红报讲已经准备好更较侪刺激旅游方案。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译。美国加州的卡梅尔船庄已经有100年历史，因为真侪画家甲音乐家拢捌住伫咧遮，真有艺术的气氛。那其他项目到搭是拢无露名，连因的徛机嘛拢无咧顶门牌啊，是甲号做梦幻岛甲猎梦者等等的名称，吸引真侪游客来遮观光。有一个超过100年历史的庄仔头 Carmel， 是充满艺术的气氛。这是伫美国加州蒙特雷半岛上界受欢迎的庄仔头，嘛请在遮真侪游客来遮翕相打卡，因为遮有真侪像动的故事、欧洲式的建筑，美术是浪漫电影的场景同款。早期有真侪艺术家甲作家，因为旧金山大地震，所以来到这个庄仔头。后来连画家甲音乐家嘛来，因会替家己住的所在号名，亲像梦幻岛或者是宝梦房等等。毋过，伫遮的厝拢无门牌号码，若想要找某一间餐厅或者是厝，就要靠涉水或者是附近的地票来认，亲像消防栓等等。And that's one of the charms of Carmel. It's one of the stories we get to tell. There's no street addressers. I've lived here so long, I've kind of forgotten what it's like to have mail delivered, so it doesn't bother me. 为了要保持原地风貌，这个庄仔头是禁止连锁速食店进驻。所以 Starbucks 或者是麦当劳，伫遮是拢无得看，而且为着依护自然景观，
有的建筑物都强要甲树仔共生啊。当然，有的树根会生炭去到人行道，为了避免有人跋倒，当地规定若要穿2寸以上的管搭，都要提出申請。也若伫 Carmel 唯一一个有官方自治的建筑物，就是在地邮局。I think it's more communal when you have to come down to the post office to get your mail because you can see your neighbors and the people that you work with or friends. 遮尔有特色的庄仔头是真正人目，不过变若到暗时啊，就规个暗飕飕。因为遮差不多拢无啥物路灯，所以捌做过店长的伊斯电五条提案要求在地都要有家路的名甲门牌号码，就算当地议员有提出无路名甲门牌号码是违反消防法规。不过，同款也是去互现任的店长反驳，伊讲当地紧急医疗服务是真救治。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